人生所有一切事業愛情都唔係爭取要去搶翻嚟，係你歷經靈魂嘅洗禮，你每一世學識嘅嘢而得到嘅福報，你留得低喺你身體就係你，留得低喺你能量場就係你噶啦。嗱，如果你爭取翻嚟嘅時候，你會覺得係好辛苦，你身體咧會覺得好繃緊，你好難自如地展現自己去做自己想做嘅嘢，你好難獲取你嘅滿足感，心滿意足啊！呢樣嘢係好緊要，你個心係 feel 到噶，啲人欣唔欣賞你，尊唔尊重你，你身體舒唔舒服，你喺一個唔啱嘅平台裏面發展，你係會病啦，你會被壓榨啦，你會感覺好唔豐盛，越做越窮。好似你喺一段關係，明明你都係做自己想愛嘅人，但係你哋福報不對等，所以佢接收唔到啊！好似咪咁 sensor， 人哋個能量場都要有你靈魂所需嘅嘢，先會對應到你嘅愛，先交流到你個付出，先會有回報。